也是阮天顶的阿爸天父，阮对心中感谢你无限的疼。伫圣主这个时，阮带着较无的心来到你的圣殿，恳求上帝你对天降临，将你所想所这个世间各种的良善、荣耀甲美好，放伫阮的中间，互阮的生命就成做教会的一部分，也互这间教会因为阮，因为你，阮就充满见证的记号。主祝福这间教会，成做阮的厝边的帮站。阮将今仔日的礼拜交伫你的手，求上帝你通过今仔日的圣经，对阮每一个人讲话。阮伫你的面前，将今仔日这个荣耀的时刻来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主你降临。阮安尼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
我要时时学了耶和华，学了伊的名，要常常伫我的喙。我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着学了耶和华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世间情人拢着点情，天上行伫面前。无伫看愈世间俗事，逐项阮天伊相思。上帝降临伊的圣殿。咱着敬拜心敬虔。这是咱三甲吟圣诗来学了咱的上帝。圣诗54首，同心学了天父，自然永我上帝。听唐人敏无穷无尽，照顾天顶地下，请起立吟全首。心无了天父，自然永我上帝。听唐人敏无穷无尽，照顾天顶地下，学了耶稣尊名。上帝都是会行，讲了敬大上人做歌，替咱放下性命，学了上帝诚心，原谅感化万民。降临点人的心，互咱解救我心，学了三位一体，白行相信上帝，至尊至大尊耶和华。万世，阿门。这是咱三个用书头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现在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启应，启应文24篇，记载伫旧约诗篇119篇。所行完全，遵趁耶和华的律法的。这号人有福气，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这号人有福气，少年人着用什么来称起伊的所行？是着照你的话来说字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我将你的言语放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求你照你的话，互我勇行。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你的律法允许我，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搁互我伫你的路中来活。你的话将我救我。我伫患难中对即个得到安慰。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因为要互我学习你的律例。我毋是欢喜你的律法。就早早伫我的苦难中灭亡啦。我疼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我同日静静想，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你的话一个开帖就发出光。互工人通达。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你的律法是真实。这是咱过来吟圣诗，圣诗155首。我羡慕真理的神，求你应点我内面，叫醒我心捌道理，益发明白圣旨意。请一个吟全首。我羡慕真理的神，求你扬点我内面，叫醒我心捌道理，益发明白圣旨意。我羡慕听堂的心，求你扬点我内面，小树扬花拄太淡，心事有花变成根。我羡慕平安的心，求你扬点我内面，洗净条条心袂净，念你是个定安宁。我羡慕关灵的心，求你扬点我内面，头前路暂袂话知，可你真正免受害。我羡慕欢喜的心，求你扬点我内面，水点山间甲旷野，到永远乐乐感谢。阿门。这是咱三个额头来祈祷。至尊至权，阮的阿爸天父，阮深深感谢你。旧的一年已经来到尽头，当阮算数家己过去的一年，毋管是阮的家庭、阮的工作、阮的教会，拢有你赏赐满满的恩典。伫一年的结束前，阮还阁有真侪兄弟需要整理家己的事业甲课业，求你看顾也咧拍拼的兄弟，互因伫无闲当中有你赏赐的安稳。新的一年也要开始，阮总是会有一寡期待，期待新的一年爸肚甲囝兄会当离开阮，期待新的一年所求所想会当得成。但是阮相信，阮阁有一寡兄弟有无法度甲人讲的烦恼。上帝，你深深了解因需要帮助。阮要为这兄弟代祷。当因欠缺快乐的时，你赏赐快乐；当因欠缺喜乐的时，你赏赐喜乐。因为阮知你的快乐是伫人的软弱来成，阮嘛知
欢喜的心是好药。阮随梦软弱，随梦忧伤，但是主伫阮的身边，阮就毋惊风影，毋惊灾害。主你的大权能要扶持阮，主你的大慈爱要热看阮，主你的大恩典要高保阮。无论伫啥时，无论伫倒落，阮拢要大声求讨，求你成做阮及时的帮赞。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上帝有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歌，就是拄起世间。赞美，咱请圣歌队。
即是咱三个来强守上帝的话。咱先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旧约圣经传道书第3章11节。传道书3章11节，上帝造万物，佮照因的时诚侪美妙，佮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成的，人袂话测度伊。咱再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2章10节到12节。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0节。若是上帝有用圣神，甲咱显明伊，因为圣神透彻万事，甲上帝的深奥。但人的事，若是家己的神，若毋是家己的神，别人之水会知。安尼，上帝的事，若毋是上帝的神，也无一个会知。若是咱所得到，毋是世间的神，就是对上帝来的神，要互咱知上帝所白白赏赐咱的。正道题目是领受参透生命的信仰，请总牧师。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新的一年，上帝赏赐咱健康的信仰。信仰对咱的一生非常非常的重要。咱若无健康的信仰，咱就无法度享受上帝所赏赐咱伫伊面前迄个大权能、荣耀甲能力。新的一年，愿咱伫主的面前安静祈祷，讲：主啊，帮助我的信心，互我捌你较深。伫咱要领受上帝的话之前，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活命的主，阮来到你的至圣所，伫你的施恩宝座前，阮仰目仰望来看你。阿爸天父，当阮来到你面前的时，求你用你的慈爱，为阮拍开你恩典的大门，互阮来到你的至圣所。当阮仰目看你的时，主求你用你的面的光来看阮。阿爸天父，求你将你的应允，就是圣神。你讲你要赏赐圣神，互阮会通参透，互阮会当准托，互阮会当明白上帝你的奥妙。主，阮是一个有限的人，阮的心思意念亲像细囝，幼稚、无知、愚妄，偏爱家己的意思。当阮常常亲近你的时，阮就会通成长。阿爸天父，阮安静恳求你的神，即时进入阮的内心，照着圣经所应允的，当圣神啊踮伫阮的内底，阮就要准托明白上帝你奥妙的事，也要明白你为阮生命中间一切奇妙的计划甲赏赐，也要明白阮家己到底是甚物人。伫阮的一生，主你要安排甚物？主恭敬将阮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中，主互阮成做真实的基督徒，互阮享受上帝你完全尊贵甲荣耀的活命。阮伫你的面前，也为着伫网络顶悬甲阮做伙敬拜，属伫你的囝儿甲查某囝，愿你的恩惠常常足足运行。伫每一个所在，踮伫每一个人，阮恭敬伫你的面前安静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的信心得着上帝的祝福，咱得着上帝的怜悯。我要鼓励兄弟姊妹，咱已经有信心，但是咱来当大人，
我相信咱在座坐伫即个所在，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已经有信仰，但是信仰需要栽培，信仰就亲像囡仔，伊伫成长的过程顶悬，需要养饲，需要有圣神的帮助。所以，一个人的信仰对人的一生有足大的影响。信仰无论是基督徒，无论是举香拜拜，咱的厝边或者咱一寡朋友，亲爱兄弟姊妹，信仰到底是什么？信仰基本上上少有两项代志，人伫人生中间拢咧找一个咱会通一生敬拜的神，对无？无论什么种的宗教，人拢咧找一个倚靠，就是咧找讲有一个真正当叫做我一生的倚靠，是一个真正的神，真正的上帝。第二，信仰最重要就是互人会通认捌这个会通倚靠的上帝，然后甲这个神明、甲这个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会互人对这个神来得到祝福。所以，兄弟姊妹，你甲咱的上帝，敢已经有亲密的关系啊嘛？一日比一日，一年比一年。亲爱兄弟姊妹，愿咱幸福，愿咱的神真正做咱手中的锁匙。耶稣讲：“我将天国的锁匙交予你。”你所开的门，无人会通关；你所关的门，无人会通开。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活命、甲道路。”这句话毋是一个口号，这句话就是一支锁匙。耶稣要成做咱的道路，耶稣要赏赐咱真理，耶稣嘛要加添咱生命的开展。无论情景怎样，无论咱是年轻或者年老，上帝拢要成做咱的倚靠，甲咱的开展。信仰是一个真严肃的代志。清清菜菜的人，伊的信仰就无滋无味；清清菜菜的人，伊的信仰虽然有，但是伊要感觉淡了，无滋无味。但是一个人若心中，圣经讲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人若严肃心中，伊的信仰就要成做何等的奇妙。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上帝毋是假的上帝，咱的信仰嘛毋是清清菜菜的上。愿上帝的圣心帮助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把主较深，咱有咱的上帝，真正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掌管。信仰是一个真奥妙的代志。今仔日的圣经，无论是传道书第3章第11节，以及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0节，伊都拢讲起信仰是一个人学的测度，人困难了解，人要怎样来了解这个上帝？伊看袂到，伊摸袂到，但是我却需要相信伊是掌管这个宇宙。这是一项真奇怪的代志。人要怎样了解家己的一生的将来？好去好将，甲我的一生应该做甚物代志，才会当利益我家己，也会当荣耀上帝。所以信仰是一个真奥妙的代志。当一个人伫上帝面前承认讲：“主啊，我无够额，我需要你的事。”上帝就将伊的光放伫咱的内面，互咱无搁再行黑暗的道路。所以，兄弟姊妹，愿今仔日的礼拜，上帝的圣神将上帝伊的心意，甲伊应允的话，就放伫你的一生的中间，大大祝福咱，互咱成做天公仔囝，互咱成做上帝疼命，互咱成做真正，因为上帝，因为耶稣来护助。伫旧年的年底最后一个礼拜，我为咱祈祷，用耶稣所伊的祝福，
圣经讲，伊本是富足，却为着咱的送香，将伊的富足，充充足足来赏赐予咱。亲爱兄弟姊妹，愿咱来到主的面前，咱担着信仰的滋味。兄弟姊妹，咱的信仰毋是空虚的，这个传说的上帝，嘛毋是一个传说，这个上帝，佫真佫活。愿咱真正对今仔日开始，到咱一生的另外一个生命开始，我要讲一生的结束。对今仔日开始，到咱信仰永远的开始，就是世间人讲，人的人生最后迄口气。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一生是永远的。今仔日圣经讲，上帝将永远的观念放伫人的心内，愿圣神帮助咱，互咱因即句话有望望。咱知影，咱袂因为年老，身躯衰烂，就失去望望。反倒当咱年老的时阵，是咧准备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是一个望望的开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耶稣有甲咱提醒，你若要爱真上帝讲，你爱努力。耶稣话讲，天国是努力的人得到的，努力的人就要得到伊。这个努力的意思，伫圣经的原文，意思就是爱付出代价。就亲像一个囡仔，伊咧读册的时阵，伊袂当甲上帝祈祷讲，主啊，你祝福我100分，啊，然后啥物拢无做，伊就会100分，除了伊偷看，对无？人的一生中间，信仰嘛是安尼。所以你讲，啊，那安尼我所得到一切拢是我的努力，毋是。伫人的敬虔，伫人的努力的中间，上帝赏赐。就亲如耶稣讲，5000两银的人，伊伫一生中间尽本分做5000两的工作，上帝加添伊，耶稣加添伊，加倍。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了解信仰真正的奥妙。那安尼今仔日的圣经讲到什么？今仔日的圣经对我来讲是圣经中间咧讲起人生的事。这两段话对我来讲是一生中间足宝贝、足宝贝。第一，伊咧讲起人伫一生的中间无法度知影准托，伊讲准托人生的奥妙，甲上帝一切的作为。传道书第3章11节，伊咧讲起上帝创造万物，为着要成就伊美妙的计划。传道书咧讲起上帝的作为，甲人一生的事。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到12节，咱今仔日只有读第10节到12节。但是第9节的中间咧讲起上帝为着听伊的人，伊有赏赐，伊有准备。就亲像咱圣诞节时，咱拢期待咱的亲人好朋友会当甲咱备办一个圣诞礼物，然后交换。上帝伫咱的一生中间有伊特别的心意甲计划。所以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咱讲起，上帝有备是人想象袂到。圣经讲无法度了解，这个字伫今仔圣经，无论是传道书第3章，或者哥林多前书第2章，拢有出现这个字叫做参透。参透，这个字若用台语的翻译叫做准托。准托的意思就是彻底上伫我的心内，深深的思考了后，我忽然明白了解。所以古早信仰的前辈，伊咧讲起一个囡仔咧追求真理，伊想要了解上帝奥妙。这个时代，佮甲伊讲一个譬如，伊讲一个人咧学习真理，是亲像咧剥洋葱，你知影意思吗？洋葱是一层一层搁一层，所以信仰真理甲智慧，就对少年的时阵，一块一块一块，一项一项。上帝圣神帮助咱，伊拍开迄个稳重的奥妙，互咱明白。今日圣经讲2项真重要的宗教信仰，伫信仰上足重要的代志。
就是明白什么是神。第二，明白我的人生的事。所以今仔日牧师用这两段的圣经送咱一个大道，这个大道就是耶稣会通帮助咱，耶稣会通帮助你明白你一生的事，对现在到将来。因为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活命、甲道路。道路是人一生中间无分宗教，无论民族，人生的道路拢是人感觉重要的。你有同意吗？我一生何去何从？我最后的一生的路要行到最后的路尾，迄个终点是啥物所在？耶稣讲，迄条路是通到上帝的面前。耶稣讲，迄条路是回家的路。耶稣讲，迄条路是一个通往望的路。所以当耶稣咧讲我就是道路的时，是充满兴奋甲期待，充满祝福甲望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承认，咱相信，独主耶稣以及伊的圣神，会通帮助咱做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愿圣神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恁的家庭，互恁的囡仔，伫这个要过咧受教育的阶段，大大有圣神的充满。一个囡仔若无圣神的充满，伊袂真热心，伫伊感觉真困难的读册这项代志。一个囡仔，真侪囡仔，伊伫读册的顶悬拄着困难，拄着阻挡，因为因感觉读册是一个足困难的代志，是一个足无聊的代志，是爸爸爱我做，但是我都无爱做。现在兄弟姊妹，独上帝圣神伫人的内心的时，用伊的水，用伊的疼吸引一个人，这个囡仔伊就会主动欢欢喜喜来追求上帝甲伊陪伴的祝福。兄弟姊妹，毋是干咱来囡仔，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用伊的奇妙，甲伊的慈爱吸引咱，互咱欢欢喜喜做基督徒，好无？咱甲主讲，主啊，是啊，这是我心所意爱。愿主你甲我三角地带。那安尼，咱来读今仔日的圣经。今仔日圣经传道书第3章11节讲到3项的信息。第一，上帝创造万物，为着要成就伊的荣耀。第二，伊讲到上帝一切作为，拢无人会通了解。所以伫今仔圣经的最后一句话讲：人袂为测度，测度伫国语的圣经改翻做参透、准读。有当时咱咧读数学，你的逻辑观念也无够，你安怎读，你就读无。你前头比来比去，安怎加，安怎减，你拢算袂清楚。准读就是一个能力，就是一种智慧。当上帝的灵来点伫一个人的内面，伊好亲像安怎读，安怎了解。无公平呢，较有这种人。愿天要上帝帮助咱，真理甲智慧就是遮尔奥妙。第三项，上重要的就是今仔经文第2句，伊讲上帝阁将永远的观念放伫人的内心。和本的圣经翻译了足简单，神将永生放在人的心中。永生这个字伫圣经内底有2个意思，一个就是永恒的事情，永远袂褪色，永远袂改变，永远有价值，是永恒的事情。这个字叫做 Olam， 这个字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世界、宇宙。所以个另外一个翻译会当个翻叫 The World， 这个世间。所以这个真有意思。伊咧讲起将上帝将一个永远活的观念，这就是白话字的圣经的翻译。伊讲上帝将永远的观念，其实原文无这个观念啦。只有写永远这个字永恒，但是因为前后句斗起来了，
这个字伊真正意思就是永远的观念。一个人若有看长，有前瞻性的眼光，伊会当未雨绸缪，为了将来，伊会当听候，会当计划。这就是永远的观念。所以，所有一切的智慧甲观念，就是上帝所赏赐。咱会用这句话来读今仔日的哥林多前书第2章，咱就会了解为什么保罗讲，伫人内心的圣心，才会当帮助人来明白咱的人生事。兄弟，你敢知影你的人生事啊嘛？咱的一生中间最重要的功课，就是明白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伊特别的计划，以及伫我的一生中间，要做什么种的代志，才真正是一个有意义、有价值，嘛会当互我感觉有成就、幸福。所以，你姊妹，原来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开始。信仰是一生的路，所以耶稣才讲：真理、道路、真理、生命。人生这条路，通到永远。人生这条路是充满上帝的计划。愿咱伫咱的一生中间，咱来问上帝，因为传道书第3章在1节咧讲起，上帝造万物，为着要成就伊的奥妙，为着要成就伊奇妙的计划。我不爱讲上远，咱莫讲迄个3天、13天地外，足远，甲咱遥不可及的代志。咱都要想咱家己，上帝造万物，为着要成就伊的奥妙，甲你的生命有关系无？甲咱的一生有关系无？一定要有关系，因为这个信仰不是别人的信仰，是我的信仰。所以上帝造万物，特别是上帝创造我，上帝予我有生命，上帝吸引我成做伊的囝儿，这项代志，上帝有奇妙的计划，只有上帝知，只有你知。所以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1节，伊讲起，除了人家己内心，伊的心意，迄个人内面的灵，无人会通知影伊的心内咧想啥。意思就是，你也毋是我腹肚内的面堂，你才知影我咧想啥，对无？咱有一句俗语是安尼，无人会通知影人内底咧想什么物件，独只有家己知，上帝知。咱就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问讲：主啊，你为我备办的，你伫我的一生，你有什么种的应允？顶礼拜，咱的题目叫做带着上帝的应允迈向未来。你敢还会记得顶礼拜这个信息？你敢还会记得顶礼拜的祈祷？咱伫一年的开始，咱要带着上帝的应允来迈向新的一年。咱教会要迈向未来的10年，迈向100，迈向应许。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上帝作为人学的尺度，但是耶稣讲，求就予你，你会记得这句话无？耶稣讲，求就予你，拍门就甲你开。所以虽然上帝的计划学的尺度，所以人需要安静、静静听。人需要伫上帝的面前谦卑祈祷，讲：主啊，我是人，我要怎样知影我的将来？伫你的面前恳求你讲互我听，就是你的圣神伫我的心内，赏赐我灵感，赏赐我感动，赏赐异象，赏赐我意梦。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上帝的意思虽然学的尺度，但是上帝要将智慧放伫人的内心。传道书第3章11节讲，上帝将永远的观念放伫人的内心，意思就是上帝要将伊的计划放伫人的内心。每一个人拢公平。如果咱少年的时阵，捌认真谦卑伫上帝面前讲：上帝，我将我的将来交伫你的手中。上帝，我将我的将来交伫你的手中，求你引带我。我相信你若捌安尼祈祷的人，你一定甲我同款。
你会发现，咱的一生一路行来都没有偶然。我真清楚知影，咱的上帝欢喜听这种的祈祷。那你未赴安尼祈祷，莫对胸坎，今日就开始祈祷。所听的姊妹，上帝将伊的心意计划刻定人的内心。要享受咱一条路，是一生的路，永远行的路，是一个无需要换跑道，是上帝祝福的道路。愿天父上帝将这个永远的观念，那安尼这句话的“偶然”这个字，就足有意思。这个字当然上重要，伫圣经中间，拢甲伊翻译做上帝将永生放伫这种的观念放伫人的内心。所以耶稣讲：“信我的人虽亡死，安那，还阁有个活，就是永生的盼望。”但是“偶然”这个字还阁有一个意思，叫做世间。将这个世间的观念的意思，就是上帝将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上帝将偶然放入人的内心，这就是大卫伊伫伊的祈祷中间写伫诗篇第8篇。伊讲：“我徛伫你的面前，我看天顶你所创造的天、太阳、月亮。我问我家己，我是谁？”诗篇大卫伫伊的祈祷中间。伊讲：“我举目看天顶的日月星辰，我忽然感觉家己的渺小。我问你讲，上帝啊，我是什么人？”兄弟姊妹，这就是今仔日这句话，这就是大卫的囝所罗门今仔写伫传道书第3章第11节。伊讲：“上帝将这个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放伫我的内心。”现在你感觉这有重要无？哦，也要凡事，在什么关什么关，反正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哦，不是，信仰伊做最可贵的，就是互人有方向，互人有主张，互人知影伊是什么人。所以，当上帝将这种的智慧放伫人的内心，人无搁再是一个平凡的，人无搁再是一个随便的，人要因为这种的智慧，开始享受上帝伊的价值甲尊贵。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甲咱讲，信仰是一个严肃的代志，信仰是一个神圣的代志，信仰嘛是一个真宝贝的代志。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互咱哪来哪捌真理，互咱哪来哪有智慧。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今仔日圣经讲，上帝要享受圣神，用圣神来显明，用圣神来显明上帝一切奥妙。显明这个字，就亲像我拄则甲咱譬如咱古早的灵修的信仰的前辈，伊讲咧追求真理，就亲像咧剥洋葱，上帝一层一层一层，亲像一本册，一页一页一页。上帝将伊的奥妙日日按咱来显明。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咱要不断读圣经，不断做礼拜，因为上帝一摆搁一摆来按咱显明真理的可贵。咱的教会常常提醒咱，当咱踏入礼拜堂去做礼拜的时，入来，咱除了恭敬。甲上帝讲：“主啊，我来啊！”毋通袂记得，甲上帝讨讲：“主啊，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想使我一句话改变我的生命的一句话。”兄弟姊妹，常常安尼为家己的祝福，常常安尼为家己祈祷。主啊，想使我一句改变我的话。准确的意思就是彻底的思想。彻底上的了解，彻底上的思考，通过思考，通过祈祷，你就得到上帝所要予人的智慧。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今仔日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2章11节中间讲到2项真重要。
准托、要了解的代志。第一，就是上帝的事；第二，就是我的事。咱活伫这个世间有真侪人情世事，有的人真贤做人，有的人真憨慢做人。憨慢做人的人，咱讲伊足白目。兄弟姊妹，咱是甚物人？基督徒毋是迄种变色龙，对人讲人话，对鬼对讲鬼话，毋是。基督徒是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因为咱了解，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人袂通亵渎伊。上帝的话是真理。人袂使做参考拿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开始，咱常常伫主的圣神的内面来祈祷，踮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你甲主祷讲，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虽然我的学历可能已经决定，我的学历可能无足悬，但是我犹原会当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会通明白我的人生事。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所以今仔日的圣经中间，伊讲上帝的圣神要互咱来明白。最后讲上帝的圣神要互咱有所得着，因为咱所得到的是上帝的圣神所互咱的，互咱什么？互咱明白上帝一切的想事。你对到第2章第9节，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咱即摆读的这句是第12节。第9节伊咧讲起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预备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这个所在讲，上帝圣神要帮助咱明白上帝伫你一生中间伊的应允、伊的准备，天父上帝帮助。所以今仔日圣经中间有一个真要紧的功课，无论是传道书第3章，或者哥林多前书第2章，伊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参透。白话字的圣经汉文汉语的圣经，甲伊翻做巴克勒牧师，甲伊翻译做准托。Reu Nao， Reu Nao， 准托这个字，准托这个字的意思。伊最重要就是咧讲起一个人会通明白上帝的智慧甲真理，所以圣经讲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准托就是今仔日咱所要祈祷领受的应允上帝的祝福，亲像咱今仔日所读传道书第3章，人的智慧，人一切的准托明白的事。是上帝所想事，所以传道书3章第11节伊讲，上帝将活命的事放伫人的内心，上帝将永远的观念放伫人的内心，上帝将这个宇宙观放伫人的内心，上帝将信仰放伫人的内心。兄弟姊妹，你若要知你的将来，你若要知伫天地中间咱甲上帝的关系。今仔是一个祈祷的开始，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伸出双手，咱甲主讲：求你赏赐我属天的智慧，求你赏赐我属天的智慧，互我会通明白你所赏赐我人生的事。这就是今仔日咱的祈祷。圣神会通互咱准托你的生命，耶稣伊应允咱。求就互咱找就拄着。耶稣应允什么？应允太多太多。耶稣讲：我来是为着要互恁得到丰盛的活命。恁会记吗？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耶稣佫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章，兄弟姊妹，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话，咱知影，主耶稣就是咱人生的道路，通过主耶稣基督，伊甲咱铺一条路，耶稣甲咱铺一条路，通到上帝的面前。
是一个通往天堂、回家的一条路。所以，兄弟姊妹，咱伫这个世间流浪，今仔日是咱倒来到上帝面前新的开始。上帝圣神要帮助咱准托，拄则圣经哥林多前书第2章11节，甲咱讲到，明明两项事。第一，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代表讲，我徛伫你的面前，我何等的渺小，但是上帝，你竟然这么爱我。诗篇第8篇，我举目看天顶的一过星星，我就问我家己讲，我是什么人？代表讲，上帝，我是一个各样的囡仔，就亲像咱讲，我是一个草地囡仔。上帝，我是什么人？上帝，你开遮尔疼我，代表讲，你开遮尔疼我，互我尊贵的活命，只有仅仅略逊色于天使。上帝阁落来天使，伊讲，上帝啊，你竟然互我尊贵的活命，互我甲天使同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看到咱生命的尊贵，咱伫主的面前，咱参透咱家己的生命。信仰做可贵，就是认捌上帝；信仰做可贵，就是帮助咱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咱会通叫这个上帝讲阿爸，兄弟姊妹，信仰最可贵就是咱无搁再看迄个高高在上的上帝。惊吓袅袅喘，咱来到伊的面前，有一份足真实、上帝完全的听的时，咱对心中讲：阿爸，感谢你，有你太好。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这个祈祷拍开这个门。所以耶稣讲：我就是真理、活命、道路。咧讲到3项真要紧。伫咱信仰中间的功课，用祈祷找你人生的路。第二，用祈祷甲上帝求讨真理，就是智慧的话、圣经的话。第三，用祈祷甲上帝讨活命的气力。读册了后，若无圣神的气力，人永远无法度改变人的活命，对无？这就是犹太人，因读摩西5经读2000年，因为因无了解，除了读上帝话以外，最要紧就是上帝家己，就是圣神。耶稣来讲，上帝若踮伫圣神若踮伫恁的内面，恁就要得到自由，因为伊亲像光，黑暗就要离开。所以兄弟姊妹，愿咱读耶稣基督这句话的时，咱安静，咱甲耶稣讲：耶稣，你要互我什么种的道路？咱的教会对去年的年底到即摆，过来大概过半年，咱有一个主题：耶稣的课堂。这个查经就是讲，耶稣你要对我讲什么功课？耶稣你要教我什么功课？所以每一个礼拜六还来得及，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查经大概都要进行1/3，还有下半段还有2/3。如果你若期待，你会当更加了解耶稣捌讲什么话，欢迎你来参加这个查经班。也愿上帝祝福你，在咱脚步找耶稣这条道路的时，耶稣亲自甲你带路。耶稣想诉你，伊讲过的话，耶稣嘛想诉你。佮我的活命，就是伊家己的灵，伊家己的圣神，踮伫咱的生命中间。所以，所听兄弟姊妹，准托活命的能力是耶稣所想述，耶稣所讲真理、活命、甲道路。愿咱伫上帝面前，咱领受耶稣的圣神，活命一切的规律，就是以马内利。活命的规律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甲咱同在，所以当上帝甲咱三角伫地的时阵，咱毋免学习，自然而然就迄个上帝的灵甲活命
踮伫咱的内底。今仔圣经传道书13章11节，伊讲上帝将永远的观念刻定咱内心。其实应该安尼翻译讲，上帝将永远的画面，就是活泼的生命、活跳跳画面，放伫咱的内心。你有较无嘛？常常花手伫你的心内为家己祈祷，主啊，互我有一个活泼的画面，亲像今仔日传道书3章11节，上帝将一个活泼的生命、活泼的画面放伫我的生命中间，互我活跳跳，互我不时充满热情，互我不时充满积极乐观的思想。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所以咱应该相信耶稣。相信这个耶稣，对头一日到今仔日到将来，伊拢要陪伴你。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要牵咱的手，等一个咱第3条圣诗，我要邀请咱用祈祷的心来念。当然，咱逐摆念圣诗，拢应该用祈祷的心来念。耶稣的手扶持我，耶稣的手扶持我。愿咱伫主的面前，咱求主耶稣帮助咱。准托的意思，拄则我已经甲咱解说，伊有3个足水的意思。准托的意思就是彻底的思考、彻底上的探讨、认真、严肃、安静思考。这句话伫新约的圣经中间讲到3项。这句话用伫新约的圣经中间，使徒伫耶稣基督的身边的，即係咱的使徒，伊讲到3项代志。准托的意思伫圣经中间，第一个真要紧伊的信息、伊的观念，就是讲人的目睭就光起来，人有 look into 就是讲会当穿透看到迄个最深层，因为人是看外表，上帝是看人的内心。所以准托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我真做一个，那亲像 X 光，我会当穿透迄个外表的遮盖，我会当看到伫咧隐藏内底的物件。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属灵的能力。圣经咧讲的准托，第一个就是深度的理解能力，深度的了解的能力。求天父上帝赏赐你，求天父上帝赏赐我，求天父上帝赏赐咱的世界，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有深思熟虑的信仰。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这个洞察力会带来上帝神圣的启示。当咱读圣经的时阵，以前看无，但是毋知对什么时阵开始，咱愈读就愈有滋味。咱哪读安怎读就哪安怎了解。就亲像咧练武功的人讲打通什么任督二脉。一个基督徒，咱迄个门、迄个关口，迄个关若被拍开，安怎读就安怎了解。这就是上帝的圣心，若甲咱透开，咱就要得自由。伊的启示就哪来哪清楚。人要真做一个有睿智智慧、有穿透力、有敏锐的智慧。第二，伫圣经中间，这个穿透这个字，透彻穿透这个字，伊最重要，伊咧讲起人通过读圣经，人会当准确，人会当明白，人会当了解，人通过思考，会当明白上帝作为甲家己的人生的事，是因为上帝通过圣经甲你讲话，上帝通过圣经甲我讲话，上帝圣经甲咱讲话，所以上帝的话早就已经备办，圣神就亲像讲道共款，圣神伫每一摆基督徒读圣经的时阵，圣神就亲像一个牧师，伊就当你咧读圣经的时阵，伊就讲道互你听。愿天父上帝圣神就安尼来做，所以无论是彼得，无论是约翰，伊讲恁去读圣经，牧师甲恁写这2段经文，恁倒去看。约翰讲恁倒去读圣经，你们且去查考。彼得讲什么？详细寻求考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将做一个爱读圣经的教会。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圣经的中间得到
祝福。第三，这个因时间的关系，牧师跳过这部分。第三，需要信息的帮助，准托、参透，人需要信心。人是看外表的人，咱真容易互包装来甲咱迷惑。但是，若有信息的帮助，人会当看到上帝最深层的本质。我真爱这个研究这个字，这个字讲 innermost reality， 就是讲伫人内心最深的迄个最绝对的、最深层的。inner 就是讲伫内面啦，内面迄个上绝对的上帝的存在的本质。兄弟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一礼拜开始的时，我甲咱提醒讲，信仰毋是讲算笑，信仰是严肃。兄弟，上帝是一个绝对的，所以基督徒需要用敬畏、用敬虔、用严肃的心，徛伫上帝面前。一旦当你若愿意，一旦当咱若愿意，互上帝成做咱生命中间的掌权，迄个绝对的真活的上帝，咱的生命开始无共款。这就是今仔日讲的穿透、参透甲准托的意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准托有一个真要紧，就是听到内心的声。彼得伊的前书，彼得前书第1章11节，伊讲：查考你们内心耶稣基督的灵。这句话另外一翻译讲：请听在你里面耶稣讲话的声音。耶稣的灵，基督的灵。查考的意思就是用心去了解耶稣在你的心内所讲的话。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咱甲耶稣有更加亲密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咱的生命要受祝福甲改变。结论来讲，爱读圣经；结论来讲，爱倚靠圣神的帮助。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到一生的路尾，圣神甲咱带路，圣神讲道互咱听，圣神将神圣的感动放伫你的内心，互你知影上帝是上帝，互你知影你是甚么人。咱当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你是真活的神，天地中间无有任何的神会通代替你。天顶的上帝，愿伫你的面前恭敬向你祈祷，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间，就是你的圣神，主愿将我的生命恭恭敬敬交托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阿门。
是咱三个来吟圣诗来应答上帝的听。圣诗461首，我的信心若无定，伊要牵我手；世事魔鬼若要赢，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伊要牵我手。因为耶稣听我到极，伊要牵我手，请起立吟全首。现在请坐，这是请咱准备心来奉献。
咱咧请陈牧师。伫咱要行平安的进前，牧师首先要来甲咱介绍一个姊妹，杨丽珠姐妹。杨姊妹伫咱的中间吼，咱欢迎伊，诚做咱的家庭的一份子吼。伊今仔日因的家庭就是要做性别礼拜吼。杨丽珠姐妹是伊的先生是老师吼，就是咱主堂国小的老师姓罗老师吼，咱。愿上帝祝福你。今仔咱拄则唱迄条诗歌，讲耶稣看你最宝贝，无使用即个诗歌送互你，吼。对你的一生中间，因为你来德堂教会做礼拜是第2摆，顶礼拜你有来即礼拜，我知影你已经洗礼，吼。请你来头前，牧师带你祈祷，吼。看你最宝贝，嘿，耶稣要牵你的手，吼！上帝祝福你的家庭，对今仔日的性别礼拜一直到永远，上帝用伊稳定的手、活命的手，甲你牵，这条路对今仔日开始充满稳定。也即咱来为着因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你的查某囝，你的囝儿。罗老师因夫妇是一个真幸福的家庭。你想说伊有好的子孙，伊的后生，伊的查某囝友好，阁有成就，主阮为着因欢喜，也因为伊的囡仔会敬虔，所以伊的爸爸妈妈就是赖主姐甲伊的先生，拢已经伫你的面前接纳你做活命的主。主阮为着因欢喜。所以，阮的教会会通甲因做伙庆祝，特别伫今仔日的礼拜性别礼拜，要将因的祖先交互永远上帝你的手。主，阮要奉你的性命来祝福这个家庭，因的心意荣耀上帝。祝福因的祖先会通伫上帝你的保守的中间，主啊，对永远到永远稳定满满。我咱的恳求祈祷，我给所有性命。上帝祝福你，替你欢喜，咱甲因恭喜好无？咱甲因恭喜吼，欢迎你，做上帝的宝贝查某囝，感谢主，以后得请你见证，你请者，咱真欢喜，咱毋是咱家己去甲招的啦，是上帝亲自甲伊开门。阮囝后生在个上帝拢做人的。拢做家不必叫头路也好，但阮那是心主动，我真快乐，每天都快乐。我有啥物代志，拢甲耶稣讲，你当边仔甲，当我生活边，毋好早，甲有啥物代志，我一定会啊，要来斗帮忙，耶稣拢会甲斗注意。感谢耶稣阿门。阿门。上帝祝福你，圣经讲在前的将要在后。还唔通阿妹，但系讲我不要在后，所以感谢这，因为讲上帝话拢阿妹对了哈。然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咱来讲阿妹哈。在前的将要在后，咱就爱甲上帝讲，我不爱，我要永远拢向前哈。伊讲迄，阮还是要跟你联络。上帝照顾你哈。好，真济哈。咱来请即礼拜即个咱来要升大学的青年来头前无来咱来为因祈祷升大学的有硕恩、有以义跟名誉咱来替因祈祷，因后礼拜学测校，咱做伙来祈祷所恩为着阮的青年硕恩、以义跟名誉来祈祷，所以说，愿将阮的世界交伫你的手中。愿将因献做活祭，主啊，每一个阮的青年，将来拢是要为着主你发光，做主你的圣工，互主你使用阮的囡仔。我们要将这3个青年后礼拜的考试来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主愿你的稳定，你的圣心踮伫因的内心。主就亲像今仔日阮所读的经文，上帝你将真理放伫人的内心。主啊，阮恳求你将这个真理。就是享受真理的圣心，放伫阮的囡仔的生命中，互因充充足足有对天灵来
圣神的帮助，因所读的册，因晓悟会通真正有伫考试的中间来运用。主愿将这个考试的3个青年交伫你的手，愿主你受恩祝福伫因的顶面。我来感谢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咱中间敢有头一摆来有头一摆来吼，就是咱有一个家庭吼，进荣甲穆恩吼，咱欢迎因来。穆恩是一个足特别的囡仔，上帝真疼伊，伊身躯有真侪的破病的即个过去的困难，妈妈真无简单照顾因吼，因伫咱的，伊要甲咱分享因安怎为虾米会来遮做礼拜吼，我互进荣来甲咱做见证吼，进荣互咱一点时间甲咱做见证。你要徛伫迄个穆恩的边穆恩当陪你做伙吼。有了，我开啊。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牧师长子，我是来自纽约Long Island， 然后我本身现在54岁，但是我是28岁在纽约是地产分析师，是华人最年轻也是女生亚洲，然后但是呢，我在美国反而没有认识到耶稣。我是回到台湾，然后我的前夫有外遇，然后我自己又得癌症，我的孩子又我曾是一个很坏的妈妈，然后因为我从小吃素到美国，那美国不方便吃素，我就没有吃素，然后其实一路上我当上地产分析师都是上帝带我，自己不知道。等到我前夫有外遇，然后我把我儿子当业障打，然后直到我儿子生病。得到 H1N1， 2009年他要回美国，我们要回美国了，就得到 H1N1 回不了，然后叶克膜救活。但这个叶克膜救活的时候，他 ECMO 救活的时候，他全身都器官衰竭，剩心脏。然后我什么神都拜，就是没有拜耶稣。然后感谢主，那个时候高雄荣总医院的医疗团体 PICU， 他是他们这个 team 其实都是基督徒，我不知道。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姐夫在高雄荣总也当主任，外科主任，所以呢，我每次都求我儿子在 PICU， 我都是求护身符，跑很多神明乱求，所以每次医生他们每次交接都会很多对求主赦免我，容我讲他们的尊号，土地公观世音什么什么，只要他们交接少一个，我就地上哭说，我少一个保守，我儿子死了你们要负责，他们也不敢惹我，因为我姐夫是主任。直到有一天护理长他告诉我说：“你看，每天都有一个教会楼上有一个教会的姐妹都会来陪你儿子做。你在外面跑，你儿子只是昏迷做叶克膜，他没有死掉。你要不要陪他一起在你儿子坐在旁边？”然后我就一直观察那位姐妹，她真的很耐心，不认识我不认识她，陪我儿子做。然后有一次我儿子气切我儿子切2次大出血，留不住。然后那个护理长就说，我请那个医院，他就广播了，他说我才知道基督徒，我请院内人是族内人，如果有空可以放下你的手，来为这个孩子祷告。他是我们院内人医生的家属，就他们就把围着我儿子，砰砰一堆人围着我儿子，你看这不是耶稣的美，哪有可能这样子？然后我就跪着，我就说，请你让我再当一次妈妈。我知道我过去亏待他，因为我前夫离开我，把他当业障打。你让我当一次妈妈，再给我一次机会就好。然后如果让我儿子救我就信你。然后血马上止住。那一刻，我真的知道我得到奇恩典。从此之后，我的人生都 supernatural。我们当了基督徒以后，没有天天天难。但是神真的拉着我陪我过，包括我得乳癌，我儿子要开刀，我儿子开30几次刀，然后每一次刀都是刀见骨，他现在呼吸道是从肋骨扩建的，所以呢他也没有声带，但是你跟大家问好，大家好，感谢神，这是我要带给大家讯息。然后
包括财务，还有这样讲好了，很感谢神，我儿子是在我儿子身上花了1700多万美金。我们台湾要感谢我们台湾政府真的很好。我在美国我是地产分析师，所以我保险反而我回美国不用钱。我在台湾我儿子是美国生的，我儿子叶克膜300多万，所以后来感谢神，我姐夫医生有帮助，那也是来自耶稣他的感动。我姐夫因为被卫福部很多医生 jurors 就是嫉妒检举，他的执照被停。后来呢，他帮助我儿子叶克膜，没多久就恢复。我儿子现在，我姐夫一直长生到现在，他也成为一个很好的台湾的百大医生，很好的医生之一。我要讲的就是说，真的有耶稣，真的很好，包括财务真的贵哭。我儿子30几次开刀，好几次医生都劝我，还有马街那个他那个。应该是说麻醉，没有一个医生要跟他麻醉，因为在 over 他可能就昏迷了，还是可能就植物人。医生问我还要不要继续开，不开他就这样送走。我说上帝我不知道，交在你手里。这个老医生马街的教授跑过来，你是不是基督徒？我讲我是。你有知影传道书无？无做清楚。我讲救囡仔吼，嘛无你教会你读迄个圣经，你讲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你听过？我讲这我听过。讲你谁若看袂开？伊即若要行，你想我讲袂使，我还袂当，我阁无资格当做老母，我做一间老母，真正的老母，袂当会走，我看袂开。伊讲好，我大家医生讲，因为我的医生跟他开的是名医神也是做预备名，就说好，那你再跟大家这些医生说，如果你儿子怎么样，你不会告。我说我感谢都来不及，我怎么会告？所以我这边见证是说，我感谢神。我今天为什么来这里，也是一个 Jason， 我不知道 Jason brother is here， 他突然间我 FB 传我们牧师的晚祷，我好震撼。我从此以后看牧师晚祷主日，我都是哭到底。为什么？因为神好爱我，因为牧师讲的话都是很 match， 然后我说我一定来。可是你知道我儿子能够起床不简单，因为他晚上睡觉要氧气掉了就死掉了，他要翻身，他呼吸到一边，他如果错了他就没有气了。所以我从他5岁我失婚到现在，我没有一天睡好。但是耶稣跟我同行，我可以开车。我其实昨天睡不到2个小时吧。我可以开车好有精神，因为我只要唱诗歌。所以有时候你们读圣经读不完的，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读。唱诗歌，他真的跟你同在。谢谢牧师让我这个机会分享，因为我经历好多 supernatural， 包括我读书，所以我在我们家不爱读书，可是我却是地产分析师，我是亚洲第一个女生，又最年轻，而且神很恩待我。我以前在美国可以老板说是直升机什么的，我儿子每看你画几改本。我之前考的好几万支笔都没有用，因为我这几年都陪伴他。他今天能够来，耶稣的恩典。谢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分享，谢谢大家。我们神是 supernatural 的神，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何等的美善。诗篇34篇8节，就是今天我要送给大家，也我也得到的。谢谢牧师今天也讲这一句，我一直哭，哇，就是这一句话。感谢上帝，感谢你，感谢耶稣，谢谢大家。今仔日个礼拜咱真特别，因头一摆啦。大概1年外前，伊甲我讲，有一个咱教会兄弟甲伊传 Facebook 咱的教会的直播互伊，迄个人叫 Jason， 我讲啥物 Jackson 吼，对，用这个英语名的人足济啦吼，所以后来我咧摇啦，我无去求证啦，应该是廖健身啦，所以他这足奇妙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需要上帝，因需要上帝所以今仔日的见证最重要是这种的心意，互咱知影讲，咱无孤单，咱是一个草地教会，但是咱无孤单咱不但无孤单，咱嘛会当陪伴咱无熟悉的人伫上帝施恩造就安尼亲像今仔日的立主节，亲像今仔日的进荣甲牧恩咱做伙来祈祷咱用这首诗歌做咱的祈祷，咱用耶稣听你这首诗歌来做咱的祈祷。愿主耶稣基督的听，不但甲进荣甲牧恩，也甲所有伫网络顶悬
需要主耶稣恩典的人，耶稣听你，耶稣听你，在咱的一生中，在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求你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哦，耶稣听你，会求你，耶稣永远听你。阿门。咱做伙来祈祷。人民世间人听惜阮的主耶稣基督，阮伫你的面前做伙用这条诗歌做阮的祈祷。无论阮的兄弟姊妹伫什么所在，无论阮拄着什么种的情境，对永远到永远，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帮站，你也是阮的倚靠。主耶稣有你实在真好。主耶稣，阮为着阮的士大人、年长的长辈，以及伫即礼拜中间有感染的几个家庭，主恳求你保守，互因伫恢复的过程中间，因的身躯无留下后遗症。主恳求你照顾每一个心内无平安的我的兄弟姊妹，求你的圣神赶走因心中的操烦、惊吓甲快乐。主耶稣将你的疼，真侪平安的定放伫阮的心中，因为你讲你所享受的平安，毋是这个世间的平安，是真实的平安。主耶稣，当阮高举你的性命的时，愿你做阮的主，伫逐所在，伫阮的心内。我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耶稣听恁，耶稣听恁。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吼，请师会来报告。这时我来报告，请咱做伙来看周报。汀州聚会主日礼拜出席81人，现金6730块；主日落出席6人，现金150块；祈祷会7人。本周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礼拜堂；祈祷会拜三8点，伫礼拜堂；青少年团契拜六7点，伫教育馆；查经班拜六7点半，伫线上。圣港学师后礼拜诗会请陈忠成长老，领事暂停；司琴请刘玉明兄弟，书宪甲交代我本人甲陈美秀执事爱参暂停。新眼讲读经表，请咱照这个顺序来领修。集体交通，第一，互咱用祈祷迎接新的一年，带着新的应允。迈向未来，愿圣神甲兄弟同行，对年头甲年终。第二，1月15会员大会，请兄弟出席参加，若袂当出席，请请假，请兄弟来查咱家己的联络资料，吼，以利咱会员手册的更新。第三，本主日下晡2点。教会要协助罗老师甲杨丽珠姐妹来家中来举行圣别礼拜，请大家同心祈祷，愿耶稣基督的福音甲救恩降临这个家族。第四，本主日下晡教会年终的大扫除，请大家做伙来服侍。第五，请咱为生日的人来祈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然后错误请过界人员来更正。大道事项：第一，
咱为着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来代祷。第二，为着身心欠安的来代祷，以及咱教会所有长辈的健康平安代祷。第三，为着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来代祷，嘛为着升学的青少年来代祷。第四，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第五，为着姊妹教会、富林教会、集集教会以及道克达教会来代祷。这是咱三个来吟上英圣诗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咱生日的人吼，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祈祷吼。虽然生日的人几个人无来，咱做来祈祷。主愿为着即礼拜生日的每一个兄弟姊妹祈祷。主，阮知影因对心中期待，上帝你伫新的一年对因的祝福。求主你照顾因的身心灵，互因的身躯，互因的心神，互因的灵魂，拢得到上帝保守。主因过来一年，带着上帝你的恩典做记号。主你用油抹伫因的头壳顶，互因过来一年温上加温，力上加力。愿咱的恳求祈祷，我叫做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吟上圣诗512首，请起立吟全首。咱同心来祈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咱灭道必会。